因为去年疫情的大流行，好侪台南人一听到天狗热，就拢非常惊吓。即马就有业者为着大众的健康安全，所以特别由日本原装进口这款重退散刷汤，运用纳米的科技，将天然的驱蚊成分除虫菊用胶囊的方式包伫咧网汤内底，不但会当阻挡蚊仔，互因袂入来厝内面。而且成分非常的天然，对人体完全无害。去年登革热造成大家受到隔离、喷药，然后危及到生命的危险，让我们饱受到蚊虫的困扰。那因为在一个因缘的机会下，我们接触了日本原装进口的 NVC 杀虫网。它在我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觉得它的效果非常好。它是由日本引进最新科技微胶囊的方式，将除虫菊包覆在整个纱网里面，安全安心。然后它的使用效果可以达到6年，让我们在居家安全上更得到一个保护。我用的很好用，家中的蚊虫变少了，果蝇、小黑蚊通通都减少中，诚心的建议给大家使用。这款创新研发出来高科技的红糖网汤，消费者用过拢真娱乐。因为我会装这刷汤就是立定伊推荐啦。因为一般像咱台南的这个登革热去年咱台南就是疫区嘛，疫区的情形拄好这个立定咧我讲。因即摆咧推即个刷汤，咧我讲会防止蚊仔啦一寡小虫遐啦。结果我装了真正有效，因为平常时就是靠讲咱的环境打扫清气嘛来装这会当防止蚊虫入来，这嘛是对咱即种的真好的保护啦。我感觉讲，若大家会当来装这可能加一定的保护，效果真好。这款日本进口的重退散网汤，不但会当防止蚊虫入侵厝内面，而且也有保持清气，本身无容易沾到涂刷以及好装好贴等等的优点，相当实用。台南新闻网志豪采访报道。